啟德體育園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9週年升旗儀式現在開始，請各位嘉賓肅立，面向國旗及區旗。請香港青少年軍儀仗隊進場。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，升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，升啟德體育園旗幟，播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。向國旗！